呢個係第9個。我最大嘅小朋友係10歲，2025年應該係我第10個母親節。呢次係我第4個母親節，第6個母親節。 5月份嘅話係第8個。第2個。你幾多歲話？啊，你5歲，咁我第5個母親節。其實喺有琪琪之前，我係冇諗過做媽媽嘅。曾經我係一個讀書學做媽媽嘅媽媽，即係比較焦慮咯，有啲完美主義，即係咩都要把控喺自己手入邊。可以講係脾氣比較暴躁啦，又容易情緒波動好大，又成日會同屋企人鬧交啊，應該係咁講。拿手唔成勢啦，好 hea 同埋會瞬間成個會圍住佢轉，然後變咗一個好似全職媽媽咁樣嘅狀態咯。又焦慮啦，會好多嘢會好緊張啦，又驚抱 BB 可能又驚自己笨手笨腳會撞到小朋友啊，即係好多小問題會好多焦慮嘅。我係一個比較懶嘅媽媽。有咗琪琪之後啦，我就會覺得小朋友真係好 Q 麻煩。我已經唔記得佢幾時第一次叫我媽媽。7、8個月嘅時候，佢嗰陣時就識嗌一個字媽咁樣，之後哇，即係嗰種感覺就係、即係原來咧嗌媽媽係咁樣嘅。1歲幾嘅時候，覺得好喜悅，同埋覺得自己嘅角色係已經好似坐實咗咁樣噶啦。係啦，即係就係阿媽呢個角色就坐實咗啦。第一次印象會好深刻嘅。嗰一下我而家諗翻起會覺得係又開心又有壓力嘅。嗌媽咪應該就係喺屋企嘅，會好想喊、好感動嘅感覺咯，即係責任感係好大。1歲5個月左右嗰陣時，咁佢就瞓喺張床度，然後隻眼 bling bling 咁樣，然後喐手喐腳，佢會突然之間就嗌媽媽媽咁，然後嗰時你發覺佢嗰隻眼係充滿住我，即係充滿住佢媽媽。然後當其時我望住佢嗰陣時，其實有一個諗法我真係一個媽媽咁樣。其實第一下會呆咗係咪叫我啊？係咪真係㗎？甚至懷疑緊係咪叫媽媽啊咁樣。然後佢會不停嗌媽媽媽咁，好似同你講係啊，我嗌緊你啊咁樣，我好興奮，好興奮。會更加有意識咁樣去發現自己做得唔夠好嘅地方啦。遇到媽5之後，我覺得自己以前會覺得其實媽媽應該係要灑脱啲嘅，同埋我希望成為嘅媽媽都係灑脱啲。咁然後我遇到媽5之後，我發覺其實真正嘅灑脱係你容許你嘅小朋友，其實佢有佢自己嘅，慢慢佢會有佢自己嘅想法，佢有佢自己嘅表達。遇到媽5之後，我先發現原來同人，特別係同小朋友嘅相處係要用心去感受，同埋要睇到自己嘅情緒，睇到對方嘅情緒。而家嘅我會更加真實去做自己，同埋去面對小朋友。如果以前嘅我會即係控制得佢比較死嗰一種嘅，即係呢樣唔準，嗰樣唔準咁樣。咁依家嘅情況下咧，佢係會自己有自己嘅諗法咧，佢係會變得更加獨立。係因為嚟咗媽5之後，我會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人生要去行。咁我而家好努力做嘅一樣嘢就係減少自己對佢嘅影響，就唔會將自己太多嘅價值觀去灌輸到佢身上咯。即係我希望佢身上會少啲我嘅影子，就唔會好似我身上有我阿媽咁多影子咁多。我覺得我令佢明辨是非，做一個善良嘅人就 OK 噶啦。會多咗動力同埋有勇氣踏出呢一步，更加知道。即係做一個媽咪，其實要先愛錫你自己先，你就可以帶到更加好嘅正能量俾小朋友。喺遇到媽5之後即係情緒穩定咗好多，呢個係真嘅。同埋就係同屋企人相處會融洽咗好多啦，唔會因為即係人家一句話或者屋企人講一句説話我就會嬲啊。同我女嘅相處真係會舒服咗好多，即係會開心咗好多嘅。嘿嘿，媽咪好多謝你咧，因為你嘅嚟到而令到媽咪可以成為一個真正嘅媽咪。因為有你咧，我先至會接觸到心理學，先會令到我可以成為到你媽咪，令到可以同你咁愉快咁去溝通啦。好多謝你一直咧都會咁愛我，即係我係如果我冇學心理學，我係唔知道原來小朋友對媽媽嘅愛係咁無私嘅，同埋就係因為有你，我先至可以咁
開心同埋屋企人一齊，你亦都治愈咗我嘅童年啦，亦都可以俾我未來帶嚟更加多嘅開心同埋歡笑。好多謝你，媽咪愛你。多謝。你想做咩就做啦，爸爸媽媽一直喺你身後面。你有咩唔開心，我哋都可以傾。放心去嘗試自己想做嘅嘢咯，想做就去做咯。想闖要闖你就去闖咯。趁後生嘅時候有試錯嘅機會。屋企係同埋媽咪係你嘅後盾嚟嘅，你做乜嘢我都會支持你。有咩事你想翻嚟，你就可以隨時翻嚟，我隨時都會擁抱你。I love you。望住媽咪講。25歲，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好嘅年紀嚟嘅，係人生裏面好難得嘅一個經歷。咁我希望你係開心同埋健康啦，希望你可以有對自己人生負責嘅一個選擇。已經養到你20幾歲，我覺得我自己好唔容易嘅啦。咁到依家為止，你20幾歲啦，我好相信你係可以好獨立咁樣去照顧好自己。咁你可以去選擇你想做嘅工作，可以選擇你自己想過嘅生活。我覺得你係完全有力量同埋有能力去做到你自己。我中意你啊，媽咪。咁大個人啦，就勇敢咁樣去嘗試自己想要嘗試嘅嘢，因為冇所謂咁多嘅對與錯。人哋行過嘅路未必係最適合你嘅，亦都唔需要為未來有太多嘅顧忌，因為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媽咪係好中意我。咁梗係要啦，我都咁中意你啦。如果人生入邊每一件事都係必然發生嘅話，咁不論佢係正面嘅定係負面嘅，如果正面嘅會俾到你能量或者開心啊呢啲咁樣嘅感受同埋情緒嘅話，好好咁記住佢，因為你完全唔知佢幾時會俾到你一個好似神奇快充咁樣嘅一個狀態，突然之間幫你即刻充滿電。而就算遇到一啲事情，佢可能會係俾你一啲負面嘅感覺，咁你要知道呢個其實佢係作為你一個人生入面佢嘅裝備庫，你可以隨時去用翻出嚟。所以每一件事你只需要去 enjoy 啦，去接納啦，咁就 OK。同埋對於媽媽我嚟講，我嘅初心就係健康快樂，同埋係咯，你有呢啲之後，你會好好咁享受到你嘅人生，你會知道好精彩、好快樂。耶！拍拍手，叮叮。哦，真的不容易啊，好攰啊！按佢即將嚟到嘅呢個階段嘅話，最緊要係健康快樂就得㗎啦，最緊要目前階段嘅，搞掂。